好久没有见过烟花了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每个周末都带你来看。老板，你看星星。好久没有抬头看过星星了。城市发展，每个人每天都忙忙碌碌的，再加上环境污染，这样的星空真的很久都没看过。所以要珍惜当下，人能仰望就是幸福。是啊，人能仰望就是幸福。老板，快许愿！我没有愿望。那你的名额借给我喽。这个也能借？第一个愿望，希望奶奶、姑姑以及我的所有朋友、同事身体健康，健康第一嘛。第二个愿望，希望公司财源广进，我会涨工资。这句话你是在跟我说吧？第三个愿望就不能告诉你喽。你不说我也猜得到。你现在肯定在心里说我的坏话呢。没有，没有啊，老板。最好是。